聽眾，各在歡迎路人都對來收聽邊個我嘅節目。這個禮拜，我別記我識啊喂。這個禮拜，我能夠就嚟到對講句，到對嚟，因為 echo 冇 testing，因為 echo 冇咪 strong，真係話 that's good。testing 1 2。冇咪大嚇嘛 echo test OK แล้ว這禮拜我帶埋嘉賓到啲講教本到啲 Google Meet 嘅人是老趙我哋都可能我別記佢嚟先 sorry 有可能鬼球啊！你我，你佢嚟先，我死啦！我哋都係你 ，Hello， 高樓找到嘅，大家好，高樓找變落找了嘅白青。Hello，你看白青。每個一粒頭撲來撲去，你個對得撲得頭，你這個細mini 嘅白青，你白青白到條尾撲來撲去，個我老家真久冇對來呀喂，幾個驚歡迎，大家好，幾個驚你久冇對來咯，笑念了啊，唔講只古啦，咋？打幾個字嘅嘅不啦，我頂你。得咯，不啦。แล้วก็อีกที่แบบคุยกับสื่อตัวที่ไหนก่อนก็แล้วก็กับ Clubhouse 上面 Clubhouse 上面嘅朋友是阿龍歡迎阿龍哥你依頭講唱馬係小英哥係啊冇聲誒。แล้วก็阿玲歡迎Hello， ก็就晒想看我起來，ก็น้ำใส喲แล้วก็阿蕉買個激話了，唔係個激話啦。แล้วก็半แก้มตีหันเอง半แก้มตีก็ก็ฟังตีบ่ตีไม่พี่ก็แกอาหารหันเองก็ตูลานไม่ใช่กัมพูท่อหวยท่อหวยหันเองแล้วก็ไทยเตียมา Hello， ก็小波我愛吃粿條。ก็茶米粉茶粿條 Hello， ก็這個咩名新的名尖湖 hello 尖湖頭一擺起來哦歡迎尖湖แล้วก็大粒沙名大粒沙大粒沙名我叫極貝斯。極貝斯啊啊，極貝斯歡迎極貝斯個椒子麻子歡迎麻子喲哇哇好靚拍手可以 sound effect 哇呢邊有鬼嘅呢個麻子想買咩啊？
哇，咁樣就搞，誒，Maggie 好了，I mean sorry，莫子子你聲好了哦。哇，太好笑！而家都而家這禮拜這禮拜都贏。個有玩過一隻個新椒到底 YouTube 嘅喎 ，YouTube 新椒是幾嘴啊？哦，唔是新疆嚟，我冇看過咩拍懷咧，你使拍懷哦？這件是個人個秘書書嚟嚇？是，唔是啊，新疆嚟啊？到底 US，I mean 到底 Europe，I mean Western 嘅，because 早期你名咩？新疆你名咩？新疆，我係依家我解講話，你該叫名啦，你名，超錯，冠錯，伊冠錯，你名咩？喂，咁我講先我頭先兜咗我幾條又。哦，唔要緊，唔叫我教你錯，你作咩？啊？下面而家作下面。我講你錯個名，你講你名，你化名咩？你化名？下面啊，大卡吹啊！大卡吹啊 ，OK 好，大卡你看就大。真大。你 camera 睇未接下，你對俾拍開計接，拍開你 camera。西冷嘅大。誒你 camera 係拍開哦。就係看，嗰隻你到底得咯啊？你到底得咯啊？安怎你係幾時個？哦，美國，咁我想點先。等我玩 spotlight 呢隻。當然較看到，當然哦，你到底 Austin，我想講意思，我想你是係一間嚟啊，個秘書書頭是。特別我看到你是人個嚟 ，OK， 大卡吹，你按照吹到邊度學嘅呢？哎呦，我冇記啊，sebab 3-4年ago我聽我吹，哎呦，唔知啦，你吹只還是愛吹福建啊？哦，福建麵是唔是吹福建麵？是吹掉，即係人吹福建麵，吹掉邊度福建呢？係啊。你聽偏人福建就久啊？3-4年咯。他知道吹掉去了就有聽，你是講聽幾個事啊？suka，到底聽誒。你可能聽幾個事？你聽8個 episode 本？聽8個 episode 本。哦。頂住到我愛 join 咧，講係你 online dating 嘅啊。我俾機，我 check 我係 Eventbrite 時覺得啊嘛貴去啦，別緊，那個使做貴個。你是當今到底Austin 頂到是特別靚，是做到咯？特別靚是我是大啲，我大部上為Tanjung Bunga。哦。即係那時咯，แล้วก็ต่อ係那時ต่อไอตั้ม after that 我มา回去KL 做工。係咯。哦。Tanjung Bunga，你Tanjung Bunga到時你知我Tanjung Bunga係酷嘅嘛？我知。我係你位啊，我哎呦乜嘢？我 college 邊位啊？哦，咪是我位咯。咪是我Tanjung Bunga我係你Concord嗰邊我哋最啲你Field of Them 嗰邊。是。哦，原來。歡迎。嚇，你睇我。Convert Lighted 咧。哦 ，Convert Lighted， Convert Lighted 是得 Convert Lighted 是。Convert Lighted 個有你那個少年呢裏邊。哎呀 ，camera 輸啦。你看呢少年喎 ，Convert Lighted 唔是看起啊，當今。冇啦，冇 in the end 冇 in the end 冇。哦。你是講係你看嘅嘛 in the end。頂住得講嗌。哦 ，Convert Lighted 我係記過我是特別去咪叫 British Council 啊，唔係咩？哦，是啦。嚇，到底邊？แล้วก็ว่าไม่ขี่ไปเลยเดี๋ยวอีก邊有做成間咩 stock 咩 base stock 嗰邊對邊，是不是？
因為係 stock exchange 上面嘅 office 啲平本。anyhow Green Hall 呀。anyhow 光個字夠講幾個數嘅嚟喎苗龜歡迎苗龜。Hello，苗龜啊，我發之時嘅時候會做住嗰啲 tarot 嘅reading 嘅即 episode 時都會到啲嚟講，你曉嘛？OK，你同你試過一句啊，咪時間好咯，人家清啊。Yes， yes，你先嚟講幾個數啦。OK， 特別我介紹個了啊，唔啊，介紹個了嚇。OK， 我 check 我 clubhouse 看，我 clubhouse 我介紹個了 OK， 然後 OK，so 即係名啊，但係新嘅名大卡吹啊，大卡吹你有幾個數咁講哦？對呢啦，我講一個叫。你 start 啫，你是到底看到，到底 Austin 看到，還是到底馬來西亞是點樣？我ตัว應該點解我背㗎？我做緊㗎Cartoon Airways 啊。Doha 位啦。แล้ว我知道我 night stop ที่มะนิลา位。我咪真係穿咗咯，困我開 TV 開開嘅咧困啊！有陣時係我唔知是搬車搬困可能我 feel 到。配單拍我係邊咗咋？拍到成個我車緊咗咋？特別係我嗰時冇車過嘅，所以我少成個掉跌掉烏緊咗咋？所以我起航咯，只係起航。一航起我有念住你勁啊！有我頂嗰陣 primary school 時我念嘅，就隻股冇念嘅啦。我念下你勁，念啦，佢車嘅嚟咯，車嘅嚟 ，everything normal 啦，冇大事啦，嗱可能。你聽到聲，是不是講成個賣車成個學幾大一種嘅賣車嘅感覺？賣車特別你冇配單拍喺邊樣？特別你冇看到成個有聲，係咪冇啦？冇。你是車起來冇，你邊起來就冇驚咯。你邊你邊嘅事嗱 David Craft 到啲 YouTube 會看啦，耶！歡迎 David Craft 到啲 live stream 會看啦。特別話 live stream 唔知咩事，但係出問題啊！我先你 computer， 冇啦，唔知有關係กับ computer， 是寫 error YouTube is not receiving enough video to maintain smooth streaming。that means 我係 stream 嘅 software 問題數。先嘅。แล้วต้องขวาก็這邊我 before 叫佢哋鳥龜，我唔叫佢啫吉格驚是仲未來，是人哋要龜個是咁講，是唔是吉格驚？對，嚟你講啫。OK， 因為最近嗬，咪先有出現隻硬嘅嘛，叫做南烏公頭嘅。所以我冇看到伊個 trailer 啊，係咪咯？如果政府肯做嘛，伊把 FD 肯做啦，我咁揾俾佢看啦。咩事冇肯做？你迄代冇開數。迄代冇開㗎嘛。then 我冇開看伊個 trailer 啊，係咪啦？แล้ว伊把是有看到咯，伊把是講佢哋入面納獨講啦，伊個 trailer 嚟講納獨講啦，咩啊？แล้ว我把個教我講起古仔伊人嘅。伊 experience 嘅故事咯，伊有十幾歲點先 experience 嘅故事。so 迄一年咧是1969啦，sorry 1969年啦。1969年先奇怪嗬，一年佢世界發生咗啲物件嚟嘅。1969年是唔是講咱513？OK， so 伊個故事就成款。แล้ว我爸我古早啦，我是大迄個有一個位叫2號園嘅，伊把路已經 develop 起啦，伊是大興起後尾嘅，所以站內你就 imagine 迄個位咧，就是迄個甘榜，然後人有市都，然後伊個setting就是伊個路，就是種紅色嘅路頂個有，然後有見招，你行路見到見招，見招站那邊嘅啦。
了迄边個有，迄邊真係人講經嘅，知喎。陀螺啊，陀螺啊。嚇，迄陣都陀螺，我會記講啊，有 election 點聲，應該有來陀螺。正，我個細漢有啦。Of course，我爸年代嘅點聲咧是陀嘅螺個咯。了 OK，so 迄個你啊個想象伊 setting 啦，了個有真係人講經嘅。本來就人講經嘅濟嘛，所以都好好咧。伊講伊會記10幾歲點聲咧，有參真濟迄種人講經嘅活動嘅嘛，成個人講聲係咪嘛？了都好，迄陣嘅點聲一定唔知幾貴啦。幾貴點聲人講聲，迄個人講叫做金王爺。金王爺嘅聲。所以嗬，人個了咪是成個金邦嘅 teenage 啊，咪個了人咪過去啊，反正留作咯。你較濟咧，伊人成日人講聲咧，伊人有成個有一個成個擺祭嘅儀式嘅啦。所以有人跳動話咪咯。你 normally 咧，安尼反人講聲咧，人有請西公來嘅就有，成個西公又來成個 host 念經係咪？你嗬。個有人跳檔，人跳迄個三太子啊，咩反咯。所以辦起一節，伊人無請西講咋。then 了後伊個 OK，了個 start 有人跳檔咋，了人較濟跳檔啊，吼，人個去洗即個金邦嘅位，去北京廟，上加有上加去獻禮啊，啥物啊，反啊，人擺迄邊嘅偶像啊，人反去擺咯。所以出去跳檔嘅是較濟應該就着有中大元帥三太子哦。了個有其他 maybe 有金王爺是等等啊，幾若看咯。了就有人舉迄個跳動嘅迄個舉機嘅咯，機了後拍迄個鑼，了個有人舉迄個橋啊，搖嘅嘛。對。所個規班出去咯。了伊規個告訴就是伊有人跳動嘅人，了後 start 咧，個有別個上個舉機嘅人，伊本上個開始搖喎。了後個有。班個上家是 suppose 有兩人跳動嘅，慢慢有班3、4嚟跳動咋，所以內邊有幾個人啦。So let's say 啦，我講伊嘅名甲用啦，一個名杜個咯，名假使啦，就是 let's say 啦，杜個咯，了個一個名阿里嘅咯，所以真兩個人啦，了個一個名阿迪咯。了後，這內邊咧有幾個有這3個人咧，平常時是無跳動嘅咋。你讓佢跳咋，一樣就跳住去 form，了後讓去迄個金邦，反有拜人嘅廟啊嗬。你落尾個跳接啦，讓一半讓個感覺無對皮了，無跳動人是袂跳動嘅。了後就是讓感覺慘啊，因為無請西講嘅，所以就著有something接嘅人會成久咧。了後，讓跳架落尾接來迄個人公廟啊，金王爺廟啊，嗬，因為迄個主要未必較有 power 嘅人本是跳了動嘛，未必伊本著還著本了，所以無人會救其他嘅人咯。所以因為是跳架一個咧嗬，有誒真正迄個 main 嘅人跳動嘅咧，伊提了嗬，伊個解來咋，你邊仔迄個無咧，了其中有一群人咧，就是叫做淡仔我叫伊名。杜哥誒，杜哥個一頭走對厝咋，走對厝啊嗬，伊個跪了伊個厝嘅人講，了伊個厝擺咧就是這講來嘅，所以跪了真久啊嗬，了後個再落尾伊體動哦，了嗬個有其他個一個名阿迪嘅咧，伊本是落尾伊本是慢慢體啊 ，because 看人伊本有學法嘅，但伊學法伊是 meditate。坐山咧，伊毋是跳動嘅，so far伊無跳動，but because of 伊落尾 maybe 有人講伊會啥師傅有 help 伊啦，因為師傅就是講人拜人講咯。then 個一間咧就是名阿里嘅嘛，一間阿里咧個對厝咯，你係阿里大王嘅厝隔壁爾嘅，你係就外爸本，所以外爸本對去老莊嘛，所以外爸個栽幾條樹咯，所以伊未退咋，伊對厝啊嗬，伊個未退。了後，迄陣咧，伊有請個隊，了後萬那久呢，伊個愛著接，安尼反，伊無講甲了是跳動啊，總之是伊著接物件咯。了後個有，了落尾樣接物件，了後樣個有請別個人上加有迄個法嘅啊，跳動嘅人個來咯。了後個有上加甲伊講，maybe 你特別
换一个外表，你特别穿查某衫。哟，哇！所以你讲叫he can 阿里，我講係咩名啊？he can 人啦嚇，he can 人啦，阿里嚇，阿里啦，阿里穿查某衫咯。แล้ว外邦佢去大浪伊去伊嘅厝，有時保命啊，告伊安尼，反正因為伊風險就是會上較小去在喲。伊之前是無小嘅咋，伊就是 because of 這條樹啊吼，伊上較有小去啊在喲。maybe 你唔知是小還是還到是就入咋。然後到一個咧，伊小跳入去伊厝嘅迄個水井在喲。喲，古早甘榜是無 BBA 嘛，佢就是水井嘛。古早我厝本是水井，跳落去，好個在伊是一個會曉跳要受水啦，嚇，伊是這樣子做 life guard 啊，反正，你樣就是有人去廿樓推架 rope 啊，去倒啊，去救伊起來咯，救伊起來呢，反正所了到家 ，because of 大媽講，伊到69年迄個嗰啲 sign incident 嘛，迄陣是往迄邊咧是一領 tense 咋，因為有對方嘅人過來，即個甘榜有人死亡，了迄陣咧。了吼，個亂成怎？就我爸甲我講，對方嘅甘榜真近啊！即有啥往一邊嘅甘榜行去迄邊，甲過去淡薄就是對方嘅甘榜啊嘛。了吼，迄邊咧吼，你會聽到迄邊人個卡落歌，了一邊嘅甘榜嘅人個卡上加電安尼款，所以你聽到兩種嘅聲咯，所以真驚嘅。了吼，咪知伊好死唔死？迄陣點聲伊個風險發作起來。所以你阿離咧一頭，伊把穿查某衫咯，然後走過去對面嘅甘榜去咯。伊時候起嘅時候係穿查某衫，還是伊特別直穿到查某衫？伊 order 我穿查某衫，伊是要我去穿查某衫咋，就是上甲講。有時嘅伊 advice 若是穿查某衫嚟講，有可能未調換掉呢隻，未起呢隻。maybe 上甲該換一個新聞啦，maybe 伊未接到伊換。我講每日白講又唔係教伊講無啦。冇做 drag 啊！我講查某啊，穿查某衫，你一個無 help 到伊本嚇，你個造成，你看起來嗰個笑咯。你個走去迄邊嘅甘榜仔哦，你好，甲了人個慘嚟講袂啊，因為迄陣甲了人還手對方嘛，因為樣嘅人個大隻嘅甘榜當然死去仔哦，樣嘢拍伊死去仔，迄個多數本鬼積壓嘅，迄件是因仔本來天內上嘅仔，本是積迄陣點上也是真積壓，了後伊目驚咯，特別鬼上個假日嗬，伊行轉來咋，伊行轉來。了後人個講 ，maybe 伊穿查某衫事，所以邊人就講伊是一個小人來。所以伊無事咯。maybe 的查某衫救到伊。because 伊無小是講救到伊命啦。了從迄一季後咧，就是伊小落尾慢慢咧，伊本無法了，伊就是要接小人經咯。一到甲伊入幾歲嘅點聲，伊出來就當然又好啦，伊本教伊神經啊咪。到我細漢點聲，我看到隻安哥點聲，伊本是普通嘅人啦，是講外媽甲我講，伊是有小弟安尼款嘅啦。因為大灣隔壁出門往去外口佚佗嘅嘛。所以這是一條是 before 你點聲啦，你爸爸意思。then 迄個十個點聲咧，我嘛本有 contribute 另外一個故事啦。因為本是因為迄十個點聲正，你會記物件？伊講就是講對方嘅甘榜卡落卡講，你一邊嘅人卡電嘛，你樣有去講咩咪嘛，即係卡呢嗬。你為嘛樣大樣水厝嘅咋？伊本是10幾歲啦，為嘛？伊水加另外上加別人白水厝嘅咯，大係你甘榜厝。公司一間厝，也水房了幾多人公司一間厝？對，你樣公司嘅一間人嘅一間大波咯，然後我聽到啦，對面甘榜卡，伊個去講啊咋，伊個走入搞出啦，唔知要喊咩啦，去講啊嗬，你浪到迄個紅光道咯，你古早嘅紅光道迄個大白講咧，伊是畫大迄個道嘅位啊，frame 布嚟行安尼款嘅。
แล้วอีกหลองนะฮะวิเลยพรางโนไลเฮียต่อไปกองผัวขี้แล้วพายฮะอีหงยั้งขี้กองวะแล้วเจ้าขี้กุยเลยกำปงก็ตาเก่งชูเกี่ยวยังคุยห้อยเกี่ยวยังคุยห้อยยังคุยห้อยแล้วบ่าวก็อีขี้เกี่ยวยังคุยห้อยแล้วมีบรรลุเองก็สิจิบหลายชูวิเท่าบีเดียวมาอันนั้นกินจังไงเต็มเสียแล้วอีบ่าวก็ขอเดี๋ยวหลองผัวอีกก็ใจก็ไม่บีอีขวัญเดี๋ยวนี้แกละ所以個ไปลูกขี้ไปไปกองแต่กอง講而家無小心做掉路做破去吧，路安尼反正emergency 路被做係咪？所以後家去 frame 個對係咪安尼反咯？咧我咪講本歸零成誒，就是講伊一拜了過後伊家個點點對來，兩去房間啊。伊家幾歲時？I think 我麻煩咯，10幾歲本咯。哦。所以我咪講日本未講未上線啊，嗱，我物件，แล้ว我未講就係物件 ，maybe 迄個物件本唔是有嘅物件，人感覺伊是紅光，本唔是紅光嚟嘅，有時人嘅厝，係咁樣啦。因為我上次講伊是紅光，伊未講你做到伊安尼生氣嘅嘛。有個人是照嗰個神嘅圖神嘅 statue 嚟畫，你成日當做你學曬日本嘅。但係講有你硬講其實伊是用嗰啲硬講嘅 statue 特別大啲南面嘅有陣時唔是硬講嚟。對，所以上個我朋友樣大咧姑姑嘅厝嘅，伊本感覺講maybe樣嘅厝嘅硬講已經唔是硬講了，因為伊嘅厝真亂，一過後樣搬出去，咪個了，一過後反而伊人 family 個好去啦。伊講伊嘛講我擺硬講，但係擺伊安尼坐你本部安尼清。所以一道櫃啊拍破了是櫃車擺櫃啊是啥好戲？冇，迄個是把你告訴我。我跟他講有可能。可能迄個是有垃圾嘅物件啦，有可能唔是，講只是人講。安尼。clubhouse 上面人有人會講幾個數 clubhouse 嚟？人我唔會啫。豬。我機關稱。機關稱 ，hello 歡迎。但係叫幾家驚啊？我唔會講，伊講嘅係你是唔是啲高樓嘅？差唔多，迄邊我因為高樓是由園嘅隔壁來嘛，迄個哪裡金崩啊？你聽過本嗬？我實是有人講過，我實是冇聽過人講啊。我金崩嘅人講咩？我到有園做本。你是有園本嘅嗬？對。你看過我哦？你冇一個大學俾我。呢邊baru pengen hotelnya做 terrace houses 咯。嗰邊應該是貼緊了嘛，冇你講係咪？呢邊baru pengen去 condominium 啦。我知啊，係你18嗰邊本是有問題，一嗰陣係你18位，即係就是要去群樓本嘅嘛，後尾伊個人拍裝呢，都未去未掉嘛。你知啊？我唔知你告訴我。伊那邊是18嚟嘛，我是聽我媽講嘅，嗰邊是一18嚟，我達到細漢佢伊躺過對面過嘅，然後我就行入去啊，特別有阿毛灰，有阿毛灰有平平嘅，特別伊喺度未起，我問阿媽咪水樣起一部買起，伊講因為 contractor 唔知走起啊，未走意思是講因為伊拍是講伊頭腦意思，因為直直起未好勢啊，誒你講吼因為伊冇去擺喺邊度講。OK。就講有冇去擺，誒咧一個針對伊嘅陣。嗱，後邊嘅咩酷啊？安尼做物件得落去。因為迄個是興趣後尾咯，因為伊是種金崩嘛，金崩就對有真正濟傳說嘅嘛，了個有真濟紅光鏡，了真濟，所以真濟安款嘅 story 嘅。所以我古早細漢大家有聽講啊。Sorry， 伊當然發展起來本真濟年啊，唔是？伊個 terrace house 當然嗰時發展出來已經是發展過真濟年啊，當然就。對，因為我大迄邊，我大甲伊拆規個金崩起厝嘅點聲啦。迄陣我中學 ，I think Form 3啊，反正我搬走迄邊咯，因為迄邊未發展啊嘛。唔是20幾年前嘅。20幾年前咯，20幾年前咯。了，
了個有真濟個 story 啦，迄個金邦 because 迄邊真濟金蕉站嘛，了樣就話有去金蕉枝，了樣站啊嗬，伊金蕉。伊會流紅色嘅物件，人講哇！你見招長流血啊，命款嘅 story 啊。哦。了我爸人自己去人講經嘅咧，嚇，了無電話嘛，下面年代咧古早，我了嗬，我媽講，誒，去叫你爸轉來10點了，安尼我個買轉來。哦，了你就會這個打開去。我行落去，有時大家車有時行落咯，因為我爸行落嘛，我要行去咯，了就有行過啦，嗬，到我你見招長嘅邊咧。慢慢走，慢慢走，無法度，佢未使唔去哦。嚇走啊！嗬，你一個穿嗰邊車咧玩咯。嗰邊真驚啊！啫，伊到啦係講經嗰邊啊，因為古早又無上個嗰種啥做嗰啲波地魚啊，因叫波地魚就啊對。用啥魚帶啊種拍魚出嚟，但係用就個bằng bằng xì魚，然後我就大家寫喺邊看嘛。哦，你電火魚啦，唔是波地魚是迄個牙超行之期，迄個卜你叫波地魚。你是講成日你幫電火魚哈。嚇，電火魚啊！你一了咁聲就是半暝就差唔多12點幾1點喺呢。刷電時。你我俾大家寫對啊，真驚啊就。一個大家真見，所以邊個冇落定嘅，喺邊剪啊啱啊，就講嘅，你佢大過嘢插板過啊。啊，今日準備同你講者，嘅 YouTube 都係未定檔嘅咋？我知，未我無法度，我唔知伊個 stream 嘅 connection 就播話啥，直接 freeze 掉。其實見我未了啫，但係你講係叫安哥啊。伊養幾18歲嘅時候。伊唔是名，即個名。唔是啦，嚇 ，OK。嚇。Clubhouse 個名啊，是你告訴講 Clubhouse。我你是裝阿涵。我是阿涵。阿涵嚟講咧。我起來了咯。怎麼就電話就講200多棍車呢 ？Anyways，了你人會記我會有時會。看到你小弟。我嘛。伊迄個小弟哦，伊未出世嘅小弟哦，了今年吹16嘅時啊，我望到七月16啊，規個16啊，規個 parade 啊，上加迄個 Spirited Away 千里千尋迄款，真啊濟鬼啊，愛真啊濟祖先毋是鬼，真係祖先哈愛坐火車哦。然後伊人講拜拜，我人明年閣再看女人了哈，我人食飽飽了，真係歡喜了，我人去了拜拜，安看成個一個 parade 安尼看。了，我就找我看袂到我的小弟啦，特別上加是伊佇內面安尼款甲我講。你 feel 你感覺到成個你小弟喺內面呢？哦。了我就問我阿媽，我阿媽講係啊，是你小弟甲你講啦，伊食飽了啦喲。嘛安尼看咯，謝謝你鬼故事。Follow up。16時 ，OK。咱特別到對佢聽定到時阿涵，伊有講到伊即是你媽無去嘅驚。after 你啦，即是 before 你當金嘅小弟是，還是 after 你？伊是 before 我當金嘅小弟。OK， 所以是你嘅小弟過啦，是講你歲嚟講。對。OK。你如果講佢係咩係一款人裝嚇？伊嘅款上到我嘅小弟，上特別長頭毛，管過我小弟。較管嚇。我記你爸個笑你夾到咧，個叫話嘛。是咯，有一擺伊甲我拖愛夾頭毛嘛。我就叫我嘅爸笑夾到吼，伊家己搞。你是幫掉甲你講啊？幫掉，伊逐擺甲我拖嘅喎。再講你會聽到，伊講明你甲你嘅事。唔知啦，可能伊知我會收到伊嘅 frequency 啦。對，伊有你 email 嘛？了後我6月28號我就叫我阿媽買便了，講7月10號較敗，我
you never know，呢度是矮。哦，用時較早愛，即當今個有啩，當今最近個有communicate 個有啩。伊甲我講咯，伊食爸爸也落去啊咯，當今。我咪你 before that 咧，before 即係7月16。before that 冇，特別我會交代我嘅 parents 咯，make sure 啦。下面咯，下面咪入我買咯。上個舊年我買厝吧，我今年叫伊買一個 apartment，特別人講面啊，囡仔加面買啊。哦。然後伊講，伊若是啊，小 comfortable 啲樓下，伊買淘汰啊，就安怎好？愛伊淘汰嘅嘛，是唔是？我講學掉喎。我冇成日掉本。你唔知伊淘汰是伊嚟甲你講喎呢？唔知呢，希望我都安尼一年啊，可能大27歲了咧，若是27年啲樓下呢。然後若是個冇淘汰過。安怎啊？入唔到 number 唔知啊。maybe 就係 pandemic 嘅時候用 office come。我邊愛輪家輪佢嘢啦。係啦。唔是咯，嘛安尼款咯。即係鳥驚啊不鳥龜咧鳥龜就對有龜告訴鳥龜。有。鳥龜嚟講下嚇。OK， 我講一個是7月 just recently 嘅咯。我 every year 7月我特別拜嘅，如果冇拜我真khó，特掉我咪家做亂啊，then 特掉規身軀聽得掉啦。every year 7月我規身軀特掉聽，because 樣想啊照我 body 啊呢，所以樣也是腳對啊、手對啊咪啊，我會 feel 到聽甲真係聽，我冇咩會有安好啲，所以this year 7月。quite bad 啦，我困醒起來呢 ，you know， 家裡聽啦，腳聽啦，成日掉老人病，然後白白。你成個水聽，然後就水聽呢，成咗，安怎聽？成個紅色，你可能聽。紅色嚇。哦。我聽個 concall，then so first day 我 confirm 有拜嘅 ，then every 15 10個我冇拜嘅 ，but this year 10個我 because 我。變 freelance 嘅物件變啦，我真diet我困起，但袂請，我媽都叫我袂請，所以樣拜先哦，樣拜好啊咯。then the next day 16啊嘛，16嘅時我起來要做工。喲，咩住我真好像出聲就嚇就話。冇，我家婆對嘢嘛，伊講對嘢，對嘢，你講咩唔記我聽，冇，所以我家男細講嚇 ，OK， 等你講。then 16嘅時我請起來 like 真係diet，唔知係咪真係diet。then 我做工一半，嘟咕我直直鼻啊困起啊。因為我困起時咧，我直直後面，我嘅 surrounding 真係濟囡仔 ，then 真係濟 toys。then 伊囡仔個啦直直來 like 直直做亂話呢款 ，then in my dream 我後面裏邊我在 dream 裏邊我本在濟囡仔唔是 normal 嘅囡仔嚟 ，then in my dream 我直直念經哦 ，then 我念經哦袂好勢嘅，伊人特別愛做亂話，人對我講袂了我嚟經，然後我醒起來嘅時本我本念了一半吼，我本會 just 成困去，所以好啲直直安尼款，然後我到家 Apple 嘅時 around evening 吼，我 suddenly 有一個 like 一個 thought pop in my head， so I think 是樣 pass message 給我啦，意思教我講樣等我 since yesterday 我冇拜了，你見那個啦等了 ，then suddenly 我個變到較 alert 起下，alert 起 ，then 我 suddenly 有一個 realization， I 買阿毛糖，I 買餅啦， I 買 jelly， 囡仔愛，我直直安尼款甲我媽講哦。所以後尾去拜咯，拜 then 我個字，我嘅 color paper 啊，我去字係個字 paper plane 啦，字係個 board 啊，海洋好安尼款咯 ，then 燒海洋 then after that 後尾困了無數啊，無我直直 in and out 直直後面條囡仔呢，我後面咧我請起來我看到囡仔到我邊面床邊啊有囡仔甲我白白困了安尼，看到囡仔就對啦。then 後面就我 kitchen 位有囡仔食物件啊，咪個了地拖食呢嚇。所以一定囡仔會鬼來用就用你 message 甲你講用
用買物件啦，不得要嗯，食。所以你成日你安尼看到嘅時候，你醒起來時候，你困嘅時，你講你看到邊啊？有見哪未？係你是你真正親捌看到㗎，還是你感覺到呢？我是看到一下，咱就無去。哦。呀，誒你安尼看你講你特7個月時就近靠頂個字，咱落音時你已經有甲人講啊。แล้วฮัสซีสิชิโกยะบ่ยะล่ะสิตุฮอบ่รู้ก็ start 是不是对 baru start 呢 that time 我 already start 紅色咯幾辛苦聽呢所以7個月時間我呢看咧平常時成日講平常時無7個月時伊人會來甲你講甲你 communicate 咯有平常我看伊我落無呢好拄着會哦特別好南西你講你有南西嘛是會看到，所以你有成日講你嘅 mindset 啦，有無像我成日講你成日講你運嘅時你會看到，還是你感覺到有感覺到啥樣是會需要你了來用你嘅樣 communicate 啊？你捌很想過？無啊，無驚很想啦。無啦，無你看是。即種件是，真係是 N 本來啦，你改編一個 N 來啦，唔是講達到你運氣嘅，嗰時你運氣無好嘅時間係拄到嘅啦。即種件是 N 來咯，嗰時迄個所在有影是真正伊個迄個磁場真啊 strong 咯。特別較濟有陣時困，你會拄到伊，你唔知第時伊來。伊來幫你啊，嗰時講伊來加你，迄個你 estimate 未到嘅迄種嘅。helicopter 來啊！你家己家己嘅旁邊困，伊本會去幹麼？伊本會去擋到你嘅，你唔知。所以你說，我就是講我唔知講即個鳥龜個少年㗎嘛，我看一看。鳥龜30歲喂，30歲啊，33。So 辦會無咧，慢慢來無誒。咩慢慢來無，未看到嘅。無呢應看呢隻誒。你有感覺邊個頂到少年時有較少起，還是當然較濟個？細漢嘅時是看到較濟，大漢了是無呢看到，特別大漢了我 feel 就學物件接啊，學物件做人較common咯，較 serious 啦。咪想 focus 安尼濟了啦，咪想 focus 安尼濟。我無去想本誒，來我去倒落食物件 ，just mind my own business 啊，款拄着誒，我無去講來哦，迄邊有物件我袂使去，無很想 ，I just mind my， 我 mind my own business。normal 係啦，你無差。你特別你講成接物件時，你是伊安怎接？你成個定過接，你甲人講成你爸你清嘅，可能接你啊成怎？伊 just 很接誒，我袂 control，來我無 aware 咯，成日我做了誒物件，上你我 feel 到物件，成個有物件背接安尼。了你跟哪了咯？了跟哪裡面還是你是成個變做別人講話嘅，可能。我會 feel 到我成個安怎無咪會 concentrate，會 concentrate 要腦裝嘅，成個有入啲身軀內邊，確定愛走袂出來，愛成個未出來，迄種嘅感覺有入啲身軀內邊嘅。成個放屎放未出時，可能。唔是啦，你腦真真亂迄種嘅啦。哦，所以你成個內人嘅 thought 成日就是我，就是伊嘅，係唔是？真係 clash 嘅。哦，真係 clash 掉嘅腦裡。然後你接路是接隻誒，還是接隻股嘅？有陣時一下呢，咧有陣時快久咯。then usually 較快咯，心跳嗰種咯，心跳人規人 shaking 心跳啊咯。你有安尼看咯？鳥龜，有我會。你心跳，then 我較濟是上個要失去嘅呢款，then 我 usually 我看袂出啦，特別我小妹 ，because 伊搭到我邊啊，我叫嘅時，所以看會出咯，伊看我面啊，伊就知啊，哦。out of it，you are out of it。愛老白要白照淡淡嗰啲咯。
我講聽，我捌拄着一個我的朋友，我的親戚啦，我的親戚的翁是那邊禪人，吉打那邊嘅禪人啊，馬來西亞人特別是禪人，然後伊嘅孫仔啦，就有來吹啦，伊孫仔真隻孫真隻乖嘅，然後以後我的家己人有甲我講，伊成個最近成個。伊講伊成直直看到物件啥物，伊講若是讓注意看到伊成個伊神啊，成個心不在焉的款啊，讓問成個伊是 root 啊啥物啦，成個往甲我講，然後我去看咧，伊是講伊平常時成個無甲我講話時，佢會講特別，我會看到伊成個硬聽了嘅面啊。所以成日講OK 我係咪往咗就去食物件咯？要講一句啊，我人冇講話甲伊嘅時，甲別人講話時候，我係看到伊嘅頭壓落去啊，成個被唞氣，你看就伊成個就 control 住伊呢。有時我係 cousin 甲我講嘅，伊就動啊，伊講伊甲我講，伊就是講，還是伊是講，伊唔知是看到物件，還是你物件入伊心，伊會變做成個煩惱嘅，可能會感覺起啦。煩惱係就逼情。就逼情。特別依個嘅方式，但係你講起嘅時，我較想到你鳥鬼講起嘅時講，別人看未出，別人無識㗎你甲你識嘅人，伊再講，你就是你已經是有感覺到，是你無講出來可能。所以伊別成個講 take over 甲三擺講話，變做別人講話去咧，別啦。我 still conscious most of the time。你是唔是？我捌聽過人是講，你接人可能是你是感覺到伊嘅 emotion 呢個東西，你會哦，你成日講，嗱先講伊激心，你會感到伊激心，伊手疼，你感到你手疼啦，可能。我會。哦，紅嘅我笑掉，你係記定住嘅事。死人啦都！你做咩事就講？你看到下面嘅八婆，我莫幾層都係啊！不，我笑掉定住你甲我講起嘅嗬，你咪是講。我 OK 哦，你說你我啦，所以他，我啱啱生物件嚟食，可以換食嘅。咩啊？我有陣時是咬嚟數，係靠我緊張啲。你唔係咬嘅咩？對住。哎呀死啦！啲飲冇夠 special effect 冇夠嘢，所以做嘢冇，我俾講咩有實別嘅嘢啊！對，你講你頭殼聽啥物啊？你講鳥鬼了是蘇格即係萬東嗰度啲一啲，要講伊嘅病是唔知掉到啲得落位嘅嘛？我未記得頭殼聽就得落聽啊！定位之亂叫，前面林世講嘅咩啫？蘇無來啊，定嗰句。南西嘅魯諾人就係 confirm 嘛，講唔知是，唔是，你是翕小影，唔是你講嘅，唔是你講，是係你翕小影嘅。係你啦，係你 Mandy Green 嘅啦。係你 security，係你 security，security 教我白 confirm。對，你講係咩一頭，伊是係咩一頭聽啊？係咩？伊是看白絲嘅。然後 security 講伊是假細漢掉cancer 絲，然後是伊嘅，是鼻光嗰時咪，鼻孔是拉沙，我係鼻光，鼻孔掉，我係白照洞嗰邊啊，其實後我看聲，我就拉沙真聽啊。係，就是講，我是講往時成個人會看到會接物件，可能人嘅時候，你會是唔是會笑到伊嘅 emotional state？成日我是會 feel 到伊嘅聽咯，有嘅人有咧， physical 嘅辛苦嘅聽啦。是看到咯。你我是 feel 到 ，then 有陣時本我會怎 suddenly 我會 understand why 伊安尼款，伊變安尼款，或 why 伊做人嚇。like 我伊來個走，我 really understand 伊嘅 reason 嘅。actually 這是一隻好嘅 gift 嚟，actually 我感覺到，你係明白伊人嘅，伊做咩事成日你講你見啦呢？
as 真啊好嘅機法就 OK 啊喂，你會還沒數，你買嘢嘅意思唔是？你買成個講，你未坎坷了喂，你貴落嚟自己是 OK 嘅，你會貴加 OK 嘅。Because when 我 first start 掉後面嘅節嘅時候，我人 feel 只坎坷， then 因為我個未出去做工 ，because that time 我個冇咪 used to all this， because 我 last time just 會看到你嘛，所以我冇咪 used to all this， so 我 feel 到 like I'm cursed like that， so 我真係 down。哦，要個咁細嘅聲呢，即係歌數。Then at one point， 我想啊 ，I don't know， 我講話like this is who you are. If people cannot accept you， and then 可能是一樣嘅 problem， is who you。So 我 start to accept 我自己咯。Then after that like， 我朋友背好勢㗎，係咪數啊？一樣有 anything 嗬。我會 help 到人哦，所以你是有感覺到，我係硬會想渣啦，當然啲開啊，我就未啲看嚇，我梗係見嗰啲紅點出現，แล้ว你看到，無你係是講，你 accept 你是唔是人有成個講當你成個笑啊上面嚟看，做咩事都俾佢個人交代 ？Because 我做工嘅時，我做工啲模嘅時。start 嘅嘛，所以 that time if 咁樣 offer， then 我本看會出，我係嗰啲個驚我。哦。然後 because 我冇 support system 去。哦，你做咩事驚你？你做咩事驚你？你是你計講我係看到鬼水咧，人驚你㗎，還是？樣看會出，我 suddenly 別好勢，like 會 down。哦，I see，OK， 明白。So even then 我有一個 colleague， 伊本看會到嘅 ，then 伊是本地我 support system 嚟 ，then that time 嘅是 after 伊對我去 temple everything， then 我甲伊講 ，you know I feel like 我真係 thankful 有啲 because you know 我冇 support system，I feel that everybody 驚我，所以我 that 講咧伊頭 reply 我 ，I don't need to know，nobody wants to know。哦。then 我 feel 到。佢卡到咯，then that time 我愛甲人講話無邊出，咧我個 feel 真坎坷，但我 feel 我真 curse。哦 ，I see。誒，嗱唔使你使 share 講，你我係記得不夠我講過，頂到時咪成日你拄到佢哋神父啊，你 priest 嗰時佢哋講過 something 嘅。伊叫我即接受咯 ，let go 了咯，特別我唔是我較好彩啦，我冇拄到講朋友係咪話啦？冇。特別你有教你朋友講外國話嘅是咪啦？我冇咪講嘅。哦。我先冇咪教人講嘅，我就少教人講嘅。你細細漢時你出來啦，冇講是唔是？我唔知嚇啊！你自己燒掉。嚇！特別我唔知，我想講特人甲我想看到古。哦。我梗係比較lucky淡薄啦。Auntie 個頭銜咧，誒唔是喎。哦，咁法人看唔到嘅喎嚇，แล้ว冇咪教講，แล้ว冇講啊啦，本冇啦，我冇咪教人，冇講過，個咁樣講啊咯，頭銜，我係講誒，冇人知嘅，原來冇人看到嘅嚇，แล้ว九加20幾歲出來做工，แล้ว有拄到幾哪嚟朋友教我，伊本是我一個朋友，我係同事哦。我白了幾哪年啊，3、4年，伊甲教我講啊，啫。伊講我甲我講，我看到唔驚嘅，打波嚟，我講誒，我本事哦，你講แล้ว我人有成間有一個 support 了咯，所以變個內人就會講我想，所以 OK 了，慢慢了辦咗嚟做這啊，原來本有人教我想，我 alone。其實我有見啊，呢有呢 support system 很好啊，或者咱特別開一個迄個看鬼社團啊，啥物，真係啦，細嘅團㗎了，啲開一個房啊，了㗎了。你 clubhouse 係使開啊 clubhouse？ 我冇見嘛 clubhouse。我再來。就最好隨種個少年嘅啦，上個20幾歲啊，伊人嗰時上個真驚過啊。那上個牛龜啊，你看啊，會使 share 啦，我人會使白白講係這裡面驚到。頂日把都看到啦。看到未？看到未？你看到龜啊？看到物件啦。講，等陣 before 你講時候，俾你看我知啊先。我看未到，我冇到。啲 YouTube， 我講你講啲 YouTube 冇看未到，因為嗬，伊樣攞緊是定期嘅，冇叮當嘅。Frozen 啊。
Frozen 呀，人以前 Elsa 鳥龜 Frozen。Frozen，Let it go，Let it， 唔對，對，對，我應該是1點鐘後，才看到伊去玩嘅咧，因為伊是你 streaming 嘅 connection 你 YouTube 有22人看到。安尼，特別攏聽有叻哦，還是 video 叻呢 ？video 叻，我冚聲，睇我冚聲我聽未。But anyhow, OK 就講波減啲。哇，計 excited 啊！叻真真濟啊！你 YouTube 真辦下，特別有聲有停哦。有聲是順嘅。OK，了嚇，你講係咪爭我陣節係咪？爭我節我係啱出去。嚇。了我舊，伊去驗物件啲，因為是我人冚garage 全部呀，我個嚟驚，我係大漢驚。冚咪先 ，after that 個係冚開啦，係咪？一個嚟冚開嘛。有時是大邊啊有影到這物件，大我 garage 冇有影到物件，所以我冇踩咗，叫我驚冚開啊，所以冇啊。有時隔暗嘅時，伊人個了走去困啊，我哋看戲啦，都係啲位，有時大走開看到物件。有拉撒掉物件嘅咯，了係是我知道呢邊我人係 TV 入邊嘛，了 after that all the sudden 時我咪是講我成日關伊，我用耶穌嘅名關伊，我講即係係咪無好嘅物件導人咪是導人無好嘅物件，了就離開壞位咯，所以是離開我講啊。成日垃圾掉啊，有物件背過位面頂嘅位頭嘅位啊，背過咧是成個你在你等成開車啊是巴士過嘅時啊，你成日垃圾掉有一個 pressure 啊，成個風，你成個嚟成個路搖掉落半呢。哦。係呢，我講了啊，依度，安尼背過咯，呢是冇嘢。耶，你感覺到伊，你個我講阿莫話。講阿莫啊。I 講等等話冇嘢啦，講好嘅話冇嘢啦。呢度冇 a difference 喺度用咩 language understand 嘅呀。係啊 ，OK 啦，你學影是伊是落貴呢，一般嘅。我喺度看咩？是啊。餃子。意思係頭皮嘢菌咯，頭皮嘢菌。哦，嚇，飲下啦。something like that。我冇看到 directly， 我下估冇看到 directly 嘅，特別一擺冇你知道。嗰隻一嚟處嘅時，嗰了頭皮嘢菌嚟啊，我咁講了。一頭皮 from 度啊，所以就成個嚟 ignore 伊未必嘢加冰嘅話㗎。我稍微學嘢，你看到是個香蕉啊，咯。你看，你成日看到有物件搖嘅呢，你知？嚟有物件叮當，叮當，特別你未 really 看到嚟。我是講咧，無學出水，無立厝嘅人咧，唔是人，無立厝嘅，咁了未使大嘅，無學出水啊，無趁大嘅嚟講。你係講嘅唔係，我搭起車嘅時候，你會考會看到一塔嘅死人嘅抓。Hellbang 嘅。一塔我啊，你冇燈嘅，係你冇燈嘅 ，sorry， 你冇嘢咧。冇水啊，冇水。嗱，邊邊嘅燈得啫。好啦，好咯，攞了叉燒包bằng掉好咯你啊。係咪啊？helicopter 嚟啊 helicopter hello。主持，我聽 echo 是主持啊。講起迄隻我人誒，迄個忘聽你講係 call up 誒 meet 你啊。人妹 helicopter 我唔見妹路。嚟。頂陣時哦，我唔知你看到特別一個 episode 講係香港嘅妹都講嘅啊，講講咧智能嘅講咧係 CF 上。我諗吹有人即係 listener 吹到樣到啲印尼到啲即係
即 radio station 嘅時候，講起隻故事啊，印尼查某拍電話去講嘅上故事嘅女喎。你會使好啊，在你 radio station 上面所謂，我會去聽看是唔是我嘅朋友。哈，誒，我使辦好，咱有吹掉嘛？點知咱安怎下面 episode 哈？等我想下，我唔知伊講嘅唔知是女嘅朋友嚟㗎，還是查某嘅嘛？特別等我吹，我 try 吹個。伊是 Indonesia 嚟。對，我朋友是 Indonesian Balinese。嚇！伊咧伊 call 去我哋馬來西亞一個 YouTube 誒。幾個數嘅 episode。講幾個數嘅，係咪 FM 係咪幾啊？你我未記得，等住你當 producer 嘅我吹啫。叫咩啊？未記啊！定住啦，你 episode 是叫咩嚇？定住啦，你 episode。你一條俾佢隨到對我喺 Facebook 裏邊講，你講類似。對 Facebook 我有幫 Facebook/邊咧？我就是講，唔知係是看是你嘅朋友㗎，還是你到底係邊聽到？特別我時候就講你講嘅事是你講你捌伊嘅嘛？你捌係是看 agent 啊，就是講伊介紹，伊本是講你看，伊本是講伊朋友嘅，伊介紹伊朋友去做嘅。我朋友嘅聲有淡薄趣味嘅，所以聽看是唔是？伊叫嚇，伊驚叫本嚟，等陣我出啊。哇！係你是咱講咁嘢，但係 episode 是咱講到嘅嚇。我未記，得一個幾個故事啊喎。咱 double feature 嘅事啊，咱是講小英幾嘅事講嘅。冇啊嚇，我冇似幾件係啊，幾件咱講明明幾件嘅。唔是。咁。唔是小英嘅，是丁嗰個呢？小英嘅是丁羅嗰個。哦 ，OK， 似幾件是叫做。似幾件你。唔是喎，咱唔是迄隻 clubhouse 上榜嘅視頻嘅咩？是。睇你是 video， 我上榜嘅事，唔是 record。哦，上榜是 video， 我是講，當今都係何helicopter聽嘅，就是迄個查某嘅事啊嘛。啲 clubhouse 講嘅啊，迄個查某嘅事是 clubhouse 視頻嘅，冇啲 episode 裏邊嘅。嚇！特別 episode 有講過嘛，就是。我被隨意 comment， 我被隨意 comment 啊。哦 ，OK。了，以後裝嘅聲，南西嘅電嘅聲。我係聲，我 cable 唔係你做得到我哋 ，OK。OK， 攏講聲，我除掉一個棒，我們突然了解點先啊！這個咧，結果唔是迄個helicopter 有新嘅告訴講係是 update 啦，明唔明啊？我有一個故事講，唔是新啦，舊嘅我未記講呢。哈，OK，你講。這是我嘅 friend 啊，嗬，伊嘅 colleague 啊，我 friend 是查某咯，所以 colleague 查某嘅啊，嗬，有一個 interest of 做antique 嘅物件嘅，所以伊點去嗰啲antique shop 啦、flea market 啦，看有下邊物件啱伊準備嚟做伊嘅 collection 咯。No studio, no problem. Sorry. Tens of thousands of products. 我去吹你 episode 時候大啲啊，sorry 你講。嚇，所以了that is 我講伊人可以伊人知嘅，即間查某是較叫 antique 嘅物件啦。所以有時有時會人看伊買到新嘅物件是咩啊，真水嘅物件咯。所以as 伊人做 colleague for few years 嘛，上公司嘛，所以伊人 realize that 伊嘅頭毛直直律家真正驚人，特別伊人個成家買每一款蝦米事咯。我 maybe 有着病啦，是咪啦？所以伊人嘛成日唔見啊買機，伊無講本買梅哦。伊人個真奇怪咗，即查某個教下啲頭毛真水過咗，伊無講伊頭毛綠毛啦，無得啦，伊寫是 almost 屬價 at least 60 or 70% 綠嘢，係看到伊 scalp 嗰啲你款計嘅。嘛伊唔講係人伊有病啊，是咪？所以伊人本唔加去問伊 ，because 即查某有較 sensitive 淡薄啦 ，according to 我係 friend。了到 one day 時啊，嗬，伊家己問伊人看，你人有感覺到我頭毛綠較正解哦？伊人講，老實講你是有啦，特別你唔捌甲我講蝦米事，你是蝦米事，安怎嚟看用？我都無事啊，特別我對我係 ，because 伊托本嚟做工嘛，伊根本是個大講，我對伊是還大啦。你講我對我係買根本嘅事啊，我係問我看，
伊講無看到我半年做我頭毛律家呢介意，因為我都無 agree 嘅，我看頭毛 OK 嘛，但係講頭毛律家真介意哦。伊人講你頭毛唔是 OK 咯，你頭毛是上加人到cancer 啊，就加真介啊，律毛almost 一半頭毛搭起啊。你講我看到 OK 做人會講呢介意，所以講 maybe 伊家己想咧講 maybe 伊可能做光頭啊是咪？所以伊愛去問伊愛去問 ustad 看啦，伊講maybe 就去berubah是咪咯？我朋友講嚇，你較好去問哦。So when 伊去問嘅時啊，有一個 colleague 查某嘅坐伊去咯 ，because 你 colleague 查某嘅捌幾難咧 ustad 會曉做呢物件嘛 ，because 伊唔是本地人嘛，你查某伊嗰隻查某是本地人嘛，所以坐伊去咯。坐伊去嘅時啊，伊 ustad 講你嘅厝應該是有物件，我就去你厝看。So when 去伊厝看嘅時啊，the ustad identify the problem come from 一個 antique dressing table that 伊買有mirror本嘅。So 伊 ustad 講，即個是蝦米人學你嘅？咧伊講即個是我買嘅。伊講你扣安尼物件，只講嚇，伊講即個 mirror possibly is the problem。我就買做淡薄prayers 看伊是唔是即個 problem。伊講 OK 咯，所以伊人就 prepare 做 prayers 咯。做 prayers 啊，即查某就冰山魚啊，แล้ว伊就學你物件接咯。So according to the other friend that witness the whole situation， 伊講 so 伊 ustad 用真正久就啲家你人物件 nego 咗，就叫伊出。The thing is the 物件買出 ，because 伊講蝦米事我都未出。即係伊家己請我來嘅嘛，伊家己買來嘅，對伊厝面伊請我來嘛，蝦米事你趕我出，但係伊都無趕我出，蝦米事你趕我出。So the ustad explain 咯講嘅，但係你做人你直接 absorb 伊 energy 夠加伊冇累嘅嘅，你無好你要害伊。你 ustad 直接 force 伊出，到尾伊本是買出，你 ustad 特別用 more prayers way to forcefully 趕伊出咯。And it took around like 3-4點鐘嘅 process， 了到尾伊趕伊出咯。And when 伊趕伊出了，伊即查某就慢慢困車嘛。when 伊困車嘅時候 ，ustad 就 explain 嚟聽咯。伊講你我無有捌互你啦，你 problem 是你嘅隻 mirror， 但係我 already 趕伊出了。But 安尼物件你although 我趕伊出了，最好是你莫個燒了。The moment 你個燒伊，means 你有一個 avenue 互伊來到對個。So 伊 ustad 叫伊本下家己咯。燒伊幾個件，伊是一個 dressing table 呢。伊個袂使燒你知道 ，because of 一大位啊無為何伊燒啊講，伊個要去互人燒個伊講伊互你做sampah factory 人就 burn it off 你知。伊個就互你個 ，so after that 伊嘅頭毛有慢慢 recover 了。But unfortunately, 伊嘅 health condition 未可以做工本。伊頭毛有 recover as last 我朋友看到啦。But after that，伊 resign 伊講伊愛對甲冇 continue 伊嘅berubah啊。Because 伊講伊本有點叫做亂嘅。So 大家電子伊人本冇 contact 佢嘅 ，because 伊成 lost contact my reply 人嘅嘛，所以人唔知 whether actually 是係你件物件係伊嘅，還是別嘅物件。Because 伊要 settle 件嗰時，佢慢慢嗰時點掉個。但伊頭毛有好食濟。我唔知是唔是伊是伊直接家己直洗頭毛，甲錄甲 physically 還是伊做下伊頭毛直接，特別無伊家己看袂到吼，伊家己看袂到。伊看袂到，伊今日頭毛真水。我吹到伊嘅頭髮你 clip 啊，慢慢講嘅。我bang halo tiang ha. Dari Hong Kong. Oh, patutlah nombor dia lain Hong Kong jauh Dan Dewi kata dalam cerita Dewi pernah menjaga mayat anak majikan. Jadi apa yang berlaku tu? Boleh kongsi silakan Dewi. Dewi ini Dewi mah. Ini sebenarnya bukan saya yang menjaga tapi teman saya. Apa yang berlaku tu? Begini, 6 bulan yang lalu saya punya sila, ikaw ay teman saya mah, teman saya si kong hale hingko iking duit ini dia isi teman. Nada panggil aja. Teman orang Hong Kong. Okay. Pasang suami istri.
dan mereka kenal di jalan lalu menyuruh saya untuk mencari pembantu kalau saya ada kenal pembantu yang baik. Kan Actually, actually nyali 唔是我的 friend， 唔是你 friend 先 ，OK。唔是我的 friend 先，但我感覺有可能是伊朗白白多龍即查某提講啊，something 咁樣。有啲人是可能都想 agency or something like that。Tapi是講maybe 人家想隻 group 嘅叫人鬥吹，所以是講。because 伊朗 community 即係白白即係恐怖嚟嘛。所以自己朋友唔是你嘅朋友嘅時候啦。唔是我嘅世界，即係另外每塊先。OK，我叫你到啲，即係就住過嚟啊！我都有可能是朋友啊。新嘅人就把你接嚟下Google Hangout 嘅。我叫你嘅 message。OK， 我收到啦。做乜住諗把佢接嚟是講啊？冇乜病。個冇乜病 ，hello 冇乜病話，hello 冇乜病話，冇乜。誒，真係住 echo 是誒冇乜病會話。哦，I think look quick clubhouse 佢話。I think look quick clubhouse 佢話。The clubhouse。I think the clubhouse 度。誒，你冇聲喎。但我 mute。冇啲 clubhouse 嚟嘅。特別因為聽我係冇啲 clubhouse，啲 system set 冇事。你特啲我等 mute 掉跟住你 check 下你 Google Hangout 會下 ，Google Meet 會下，input output 即 set 好事有時你 Monocaster。但我บอกกับadmin 係新嘅人係唔係啊？你白嘅啦 ，John。小白痴嘅面。等陣我講緊我冇咩嘢我冇咩嘢咩嘢我先講句話，我自己嚟。我看要變咯，冇變呢？哦，江湖鏡對，江湖鏡啊，你對。email 嚟買啊！我梗係冇影嘅，我不多有咁多驚喎。但係講啊，因為細漢嘅點聲，有時你看到你感覺自然去啊嘛，你看到物件啦。就係講意思係咩嚇？actually 我細漢我唔是看到，我是有一日上到我甲我 niece 甲我相會嘅，咧伊是大。我隔壁然後皮蛇啦，所以伊捌過來我位，我做項目下面玩咯，做功課。然後做啊，伊好像燒物件走對去真有，走對啊，我個看對面伊厝咯。然後伊罵甲伊啊，反手機啊，反咯。我講係咪事？然後行去對面咯。我講係咪事？伊講咁我到你厝看到物件。我講你看到係咩？然後伊嘛講，伊講伊看到白白物件。然後我甲伊嘛講。白白面啊！我頭看到嘅喎。我是按照講咋，你迄個我爸你大漢呀嗬。我甲想講，我爸你是無看到安尼款嘅物件嘅。我細漢我係看到，我無看到一個 shape，it's just like a flash 啊款。我想講，甲了人目睭看無物件好勢，你看到嗬，有時你看到白白啊款嘅光，所以我是感覺是真自然嘅物件來咋。然後伊迄一日一看到迄個 white niece，然後伊個我講，伊看到我講白白物件，然後過後樣大人個講因為古早我大迄間位古早是紅光鏡，然後落尾往邊家己大去，然後 maybe 迄邊有蝦米紅光啊，反正物件啦。Because 我嘅厝其實係無蝦米奇怪嘅物件嘅。just 我有時看到白白嘅 flash 安尼款樣咯。了，淡仔佫講一個講七月點聲嘛。了，我淡仔佫想起 ，because 淡仔講古早嘅故事。我佫會記七月，了後我甲我媽、甲我姊住喺房間嘅位。了，我佫住房間面床啊，反正講話咯。
แล้วหอไว้จีก็จีอีตัวที่ชิกุยเตรียมเสียแสนจิตนะฮะเนี่ยแล้ว应该往เขา就是傾向當人嘅แสนจิต嘛แล้วไว้มา講ไป煮係咪物件可以食啦係咪啦我講啊嗬紅險啊ไว้จี講係咪樣行入來人嘅厝外口一間啊安尼反正แล้ว伊成感覺有囡仔行到外口咋แล้ว我個行去外口看聽個看無安尼反咯แล้ว過後嘅點聲咧我個家己驚咯成講個無囡仔啦因為我嘅厝是無鎖門嘅咋個咋因為我嘅厝甲我 cousin 啊我媽嘅厝是住啊甲了是甘榜樣騰來騰去安尼反正就有啊但所以我嘅門是無鎖嘅所以有時啊我親戚我 niece 啊 nephew 啊樣會驚咪甲了樣個來來去去特別迄日子就是樣無來咯安尼反咯แล้ว過後咧是因為佢就講一間人啊，就是我爸嘅 friend 咧，伊是做生嘅嘛。แล้ว伊講一時攏會厝，但有一個囡仔帶去攏會厝外口嘅位嘅。伊無做啥物嘅，伊就是住攏外口爾。แล้ว就我記講迄個 incident 過後啦，我個有上加特到有人有拜後背講嘅嘛，就是講過背點先拜後背講嘅嘛。แล้ว迄一個迄個。事件過後啊，嗬，我嗰時有拜，但無物件都行落邊啊，反正較濟是過杯點先有拜咯。後尾講其實是好兄弟嚟嗬。哈對。迄個物件咧是外媽樣有拜啦，我是無拜嘅。你走外媽樣，但係過杯呢，樣個有拜嘅咯。你我是拜啊，反正大行落邊啊，反正拜搭子啊面啊，反正。我是個食搭子。個毛學龜嘛，嚇對，咁我是個食呢物件，個啦嚇搭子毛學龜。較硬啊哇，有嘢人好，但係我是妖龜嘅樹。或者我掟起咧，是啷個面掉底擺，啷個見食，我知我見食係咪因為已經泡湯嘅物件嚟，我知。Clubhouse 即係麻子子，有幾個是講講。幾個故事我講過啊，條你房間明講啦。有，等陣個 repeat。到馬來西亞是都冇學過咩？是做這邊嚟㗎。我喺馬來西亞是冇看過，喺這邊嘅有。But 我 actually 是特別唔是貴嘅，算是貴哦。你講下。貴線。你講下。等陣我冚位紅線啊，戰啊大線啊，是唔是？搞啊！我喺隻 Clubhouse 上只搞嘅歌先。我未聽到啦，你紅線聲。好，OK。我是 actually 咧，我真係少講這類物件本嘅。But 不要緊啦，無人捌我。我是伫差不多11年前啊，11年前我有學這個叫做咩energy reading 啊。So 我會曉安怎 clean 我 aura，clean 我 chakra，and then 我會曉 grounding 啦，我會曉甲人看用別人嘅 energy 嘅款嘅。So 迄陣時咧because 我特別我睇一個 course 呢款嘅啫，然後伊個 teacher 本特別上下 interview 過你啊，再講你學了是好嘅啊，唔是講佢學歹嘅啊，呢款啊，咱伊個學你甲別教你呢款嘅，所以我差不多有7個人啊。然後the time 我學嘅時咧是伊是有去定報紙啥定 public 講有蝦米人愛來做 reading 啊 for free 啊，所以我會使 practice 嘛。所以我嘅 course 差不多13個月，特別9個月內邊呢本是甲人做 reading 本嘅。所以 imagine 9個月內邊我 read 偌濟人啊。And then 頭 start read 嘅時咧是 always 真係無 sure 講家己 read 是對還是唔對。And then teacher train 我講it's not our job to judge 講我 read 了對唔對。Our job just to
讲出来讲你读到 message 啊。呀，你是干那看到虾米讲虾米就对啊，无插讲对唔对，无关我事。所以我迄阵时有一道有一个人接来的是，那 read always quite normal and then one read 是那 basic 安尼款，you know。then 有一个人接来吼，我无讲咋清，无讲咋会记啊 ，because 啥久了嘛。But it's the first time 我 read 到奇怪的物件啦，所以伊甲我我都无虾米，我 feel 到讲身躯无爽安尼款。我真係 sensitive 的，我係身軀。And then 我就 feel 到講，安怎一個人，我有時我看到物件，我無 sure 我看到係咩啫，所以我無咪會曉，無咪敢講，驚講我講了，敢若該 silly 那款呢。我就 feel 到講，我都無想愛 read， 我想愛出去啊，啫。然後有時我過會流曬。哦。Yeah， 我身軀真 sensitive， 有時我 matching 甲樣嘅 energy 衝撞啊，我袂在條 read 嘅，我會流曬嘅，我是走出去話我流曬嘅。哦。Yeah，and then so 我即條人係伊我就 feel 講，安怎伊敢若有一個物件佇伊面頂嘅位嗰陣啊。Yeah，so 伊本怪怪嘅你看 ，and then 迄個物件。我就真係驚，我就看，我直直看我嘅 colleague 安尼，我唔是看我 colleague， 看我幾個人敢若人白白 read 嘛，我 read 個了無相嘅 ability to read 嘛，所以我就無咪敢講，所以I think 我 at the end 嘅時候，我講我唔知咩事，我講我看到敢若有一個物件佇伊頭殼頂安尼款下了伊安尼款啊，啥物嘢啫。So yeah, so 迄個是 after 過了久了 reading 了，我知講有真濟啥啊垃圾嘅物件，樣會啥啊講下了人嘅身軀啊 ，you know。現在下伊啥啊？你是實在你就 hover 掉伊。你呀，伊啥 hover on top。我無咪敢正面看啦，伊啥 hover on top of 樣嘅身軀安尼款呢 ，yeah。And then， 嚇死我想講，我冇得無見咯，我講了。我講成個 shutter 嘅 shutter。哦。特別唔是講成個人甲人安尼款下了，伊啥一個 being， 我叫伊迄個物件叫做 being， 所以啊 ，yeah。So 我伊唔是人嘅 image 係啦，比如 feel 呀，伊唔是 always 啥人，伊啥青啥 alien 安尼款嘅物件，我唔知。我唔知，伊是看到啥隻物件啦，伊唔是一個 shape 安尼款嘅，伊咋一個奇怪嘅 shape 安尼款，我本袂曉解釋 ，because 無咪敢看嘛，陣時。哦。呀。有鬼哦，出鬼哦。我袂記啊啦，出關無出關，就係講是青嘅色安尼款嘅。哦，你會記定咗咱講無相色，無相你意思嘅。有真濟無相。Then after that所以我有一道嘅時我有做迄個，我當今 after 過了真久了時，我本是有做啥啊 practice 安尼款啊，我 graduate 了嘅，take 一個 course graduate 了會使倒轉去啥啊 side course 安尼款啊。So one of the course 是我會使這是我常常有做嘅 exercise 啦 ，like you travel back to the old time， 你細漢嘅時。And then 你會使去，你家己大漢嘅厝啊 ，and then 你會使去看 ，and then 你會使去 explore 講，你細漢嘅時，你厝是蝦米物件，你會使甲伊嘅厝有迄個逐間厝本來一個 entity 嘅，你知啊？啥啊一個厝神安尼款啊，你會使甲伊個厝神講話本嚟。And then 我會記講，我是做一個 travelling 啦。The travelling 嘅 journey 咧是愛去我細漢嘅時，我大漢嘅厝啦。所以我會記我細漢嘅時候，actually 真係真，我 feel 到講真係無 safe 嘅我細漢嘅厝，我細漢時大嘅間厝。And then 厝人個了後，我 feel 到講真驚。And then
我 mother father 本无伫我身边，我伫我妈还厝大汉嘛。那我妈我爸有差不多5个兄弟姐妹，7个兄弟姐妹，所以我爸无住迄边。你 imagine 我 uncle 我是I'm firstborn 啦 so you can imagine how many uncle and sister and 厝的工人个阿嬷个 you know 大堆人住伫即间厝，我是头一口出世的大孙，你知啊？所以你 imagine 我是细汉，特别无人啥watch over me 的款呢。And then 我 feel 到讲迄阵时，我细汉时我真惊，无代无志会着拍，无代无志会着骂，咪咋济的款物件发生的。然后我就 feel 到讲细汉时我直上爱离家出走。所以我都对去，所以这类 exercise 嘛是讲 travel 咯 ，you travel back to 你的first memory 的厝啊 ，you know。所以我去的时候，有甲迄个 entity 讲话，阮迄个厝 entity 讲话 ，and then one thing 我去时我 feel 到讲 ，oh my god， 介 unbelievable 的咧是，我入去的时，阮有敢若看到啥古早细汉时的啥 uncle 啦、auntie 啦、外妈啦、啥名啦 ，you know，and then 有咧family members 遐，样是有物件伫翁的身躯阮的。Yeah， so I can understand 遐。有时有个人样的磁场啊无好啊，迄个垃圾的物件，阮会挖了样做的物件 ，you know kind of enhance 样做的物件无好的物件 ，you know 或做伙样更加敢若淡薄敢若丑恶安尼款啊 ，you know。所以样想物件 not very pure, not very clean, or not very nice。阮是有时有迄个敢若垃圾的物件。样先挖了样安尼款啊 ，you know， yeah。安怎你唔敢甲人讲你做佢 take 啲 course？ because 我 feel 到讲我学这个物件，我 feel 到真lucky to 有安尼款的机会to 学啦。but 我 feel 到有真济人 ，especially 你伫美国啦，嗬，啲唐人嘅所在，我 feel 到讲样有咧真相信，有咧明白，有咧往讲嘅若都讲下物个咧，样会知讲是虾米，respect 你讲对唔对？特别我住伫美国安尼济年，即边我都唐人都无拄着几口。我无事甲人上讲你學啥black magic 啦，呀，迄個鬼嘅物件啦，咪啦，所以我唔係互人講了，互人 disrespect 我啥 practice 安尼款就係。所以這是我家己嘅物件，無關人嘅事，我本無需要用這個來去後練啊，啥物啊，所以我無事甲講，我本無事甲。有時我講咧嗬，我有時我 family， 有時我 friend 樣，直直講你教我 read 啦，教我 read， 叫我教 read 啊，然後所以我本無話咪熟甲講這類物件咯，我真係少教人 read 啦，我頭嘅時學嘅時有教人 read 啦 ，and then 迄陣時我本是 at the same time 我 read 了，無我迄陣時學嘅時我 teacher 甲我講咧，會講你學這個practice 咧嗬。you have to know sometime 有個人會啥有經過一個啥 midlife crisis 安尼款啊。伊講so long特別有心理準備。伊講蝦米事有安尼款嘅situation 咧？伊講 because it's actually trying to 你嘅 life may not be in the right path。And then 當你開始愛 practice 呢物件時 ，your life may be move you to the right path。所以伊要 move 你時，伊達到你若是講你無一個你嘅 life 嘅 path， 你唔是正確嘅方向嘅時，伊有時就要 break 你嘅 structure， 伊個來 rebuild 嘛，你明白啊？哦。Yeah， so that's why 有一個啥人講 life crisis 咁樣啦。嚇？冇 sorry， 我生多個了。倒我生出嚟多噶啦，你佢自己唔知走啊你 ，special effect 下。是啊，當不多電話幫使我，唔知是唔是覺得貴。我是啊，做路嘅使出來。佢個驚會講 something， 佢個驚。我俾妹自己嚇是啊。
OK，你講看人嘅 chakra 啊，係你是唔是講你會看到一個人有 color 嘅嚇？係咪意思是看到一個人有 color 咧？看到一個人嘅 color？我把伊安尼估啦，搞加 maybe 個6年前，伊個甲我講，其實伊會看到人啊，伊 every time 伊看到人，伊有一個感覺，講這個人有一個 color 嘅喎。哦，但係 chakra 冇常識是講。呀，我特特，我頭學嘅時咧，就是學看人嘅 color 嘅。我咪諗想講，我真係食飽上因無事做去看人嘅 color 啦，去 read 人嘅 energy 啦，即係物件個咧我無做嘅 ，because 我是世界上第一笨蛋嘅 reader 嚟，because 我做一個 reading 嘅，你特別看伊嘅 color，and then 你特別家己知講你家己係咪 color，你特別 match 伊 color，and then after that 你特別問伊嘅 permission 講伊愛係你看哦。Because 我學一個物件是真啊要緊，你嘅 ethic 真啊要緊嘅，你知。And then because 你有明白啊，你知啊，你敢若是屬於一個大人安尼款了。你若是講你做物件，你無 according to 你嘅 ethic 啦，嗬，你嘅報應嗬是馬上看到嘅，你知。哦。Yeah， 所以袂使講哦，我為了我家己利益啊，我去利用人啊，還是我去騙人啊，是咩啊？袂使嘅，你知。because 我有時我想講，哎呀，不要緊啦，免來競爭啦，這個凊彩袂使嘅，你馬上想下有懲罰嘅 feeling 會出現嘅。你看到你特別正式拄到人，你該看到，還是你甲人講話 communicate，想到 clubhouse 你看到，你會 feel 到人嘅 energy 什麼 color 我無去調啲去看，這個是我調啲特別去看嘅，我是無調啲去看嘅。Yeah， because 我特特嘅人，我特特人本有 carry 了一個 color 嘅，and then 你 color according to 你嘅feeling 啊，你嘅 situation 啊，還是你嘅磁場 at that moment 啊，會 change 嘅。Yeah， 所以若是講我做 reading 嘅人，嚇 ，we call it like aura。Yeah，轉轉講話，大媽事。我阿 John 啊，我把你個看到你食 dumpling 咯咋？但係所以再去幫曬啦，大媽只講 aura 是講啊嚇。哇！你是有鬼啊？有鬼啊！哇！你講你名就我講啫。哦，有鬼哦！因為我攞餅嘅 chat 嘅時候，我唔知出。是唔是南西啊？不，佢特啲嘢嚟 hang out 嘅。我 YouTube 看伊把你個食 dumpling 我大媽佢叫我 mute 你咪是 because 你我聽到 echo 到你邊，你邊出 echo。我 mute 到你冇講話是 mute 但係冇請 headphones。不過我聽到就嘢聲出來，我俾妹笑不到聽，我俾妹，哎呦我不到聽，咁好驚，你 update 哦，冇啦，冇 update 啦，但係都 update 到解啊，你有新嘢講啊？應該是冇啦，我未叫講過啊，未特別應該是有講過啊啦，這是古早嘅，so 你講會使 repeat 咯。你講下，我係講旺仔啊，咪是講講過啊，叫看咩 episode 咯。哇，不妥聽，佢嚟講。OK，just to cut it short， 頭先啦嚇，就是古早我有捌一個 pastor 啊。แล้วอี看到安尼看到物件啊，แล้ว我嘅 friends 個了，伊人去伊嘅厝嘅，I think 有講過啦吼。我冇咩記喎，我冇咩記。畫面記啊。畫面記啊，你講。伊時咧可能我嘅 group of friends 哦，個了是 from church 嘅，แล้ว因為有一個 friend 呢是無去 church 嘅，特別有參與人哋 college 嘅事咯，所以有一名哦，伊嘅 friends 個了。即係一 group of 即係人嘅啦，伊人都愛去咧 pastor 厝 just to 去 hang out 咯。Then 因為有帶伊即係 friend 頭到去讀即係 pastor just to 去 hang out 嘅啦。Then 伊人嘅啦 ，I think 博書啊，博書嚇。
哈。So 伊人有I think 有5-6人安尼款咯。了伊人就过去一个巴士的厝哦。伊巴士就是开门的时。等陣我別得閒我就俾幫晒，所以你 continue 講แล้ว我ตอนคุยว่า YouTube ว่าตอนที่ YouTube เองขอตอนที่ไว้พูดเนี่ยก็ลูก continue 講 OK แล้วลองอาหลงกับว่า host then โอเค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าครับว่าจะ幫晒啊continue 啦，我人咪聽到，那有咚咚咚嘅聲。啱確定嘅 topic 哦，我人 after go 是 topic 落來是 ASMR 真正感受把路阿 John 都會使放ด้วยไม้ตีด้วยการช่วยเป็นอ่ะ做淡薄 sound effect 嚟接我哋嚟喺個 episode 咁我個物件梅喎梅 testing 聽到我聲喎冇俾聽到，你睇到我嘅聲哦。聽到啊，聽伊啦，就嚟嗰隻環境啊，冇卡色位啊。OK 我俾梅嘅嚇，我俾梅自己係嘛？但係講起about 人嘅食嘛嗬，嗰後我俾梅嗰一項物件。講你成句有一個上個講 maybe 有人成句有另外一個 power 還是靈魂嘛 spirit 還是咩款物件啦，伊有可能是好嘅 spirit 嚟哦。我俾清楚就係講你梅是係咩意思？上個講你講因為我想到我爸有甲我講伊古早。較後生點先，伊有去 meditate 係咩啊？款呢？所以伊古早是無 meditate 嘅，是講有伊拄着一個人，有一個人甲伊講你成句有對了一個人，人講人啦，因為人，了吼，了伊無伊，因為伊是算無講正，伊是無講正擺人，白如啦，我白面，我無去問人講我。人生捌去問人講咩咋？特別伊白如咁老，我又甲我講伊即告訴佢了啦。伊講伊細伊個後生點先呢？有人甲伊講伊成句有對了一個人，你伊無咪管本嘅，你知道有一日在喲，伊個拄着別個人在喲。伊甲伊講，其實你成句有對了一個人，特別咧，伊唔是無好嘅喎，伊是好嘅。所以 maybe 你特別去 meditate 係咪？你其實人講少年啊，什麼啦，所以我爸本是念經 meditate 呢，伊無跳動啊，什麼？你係講迄個人咧，伊會甲你白白 train for，伊會白白本是伊本會 train 掉安尼款咯，所以因為迄個 spirit 是好嘅。哦，喲 ，sorry 啊，我這邊人邊三把嘅字咯，字那亂。聽到，所以你有想到看到有人成成句有對了是好嘅 spirit 嚟哦。即係若是講我係再講伊有對了好嘅 spirit 係咩咧？嗬 ，unless 我是purposely run energy do a reading for 人咯。Because 我若是講安尼款是已經是 directly connected to 人嘅身軀啦嘛。所以我特別 ask permission to 再講一個物件咯。但若是講樣是有無好嘅物件咧，我會會 detect 到咯。哦。啥有時候我 feel 到講當今是較 strong 啦，古早個無安尼 strong 啦。啥有時我坐佇一個 restaurant 後，一個人行入來，我唔捌伊嘅。特別坐佇我嘅後尾後，我都規個人真艱苦，甲敢若愛去幫曬嘅款。阿 John。Yeah， so 迄個 feeling 係會做甲愈好，แล้ว有時啊，我唔捌一個人啊 ，even just friends 係咩啊，特別我真交話甲一個人嘅，伊講話物件了，我袂話嘅身軀，我真無爽嘅 feeling 咯。所以迄個了是互我一個啥啊，我嘅敢若我嘅 protection， 我家己嘅高尚，唔係互我話嘅款嘅物件本咯。You know， 迄個物件咧，我都會啥個講無甲迄個人溝通，我都會 detect 到啦，我都會閃咯。But 啥個講，你是有一個好嘅物件佇你身軀啊，是咩啊？所以迄個物件我都 directly， 愛知講是蝦米物件咧，我特別 directly 問人嘅高僧啦，人嘅高僧愛甲我講，意思是講，阮逐個人本就是個高僧。
我是叫做 higher 我是叫做 higher self 啦 ，but I think 普通嘅人是啥講我嘅靈魂啊，你看咯，是唔是？所以我是會教，你會教生嚇，我會教生教人。spirit 嘅啦，嚇，伊是冇 touch 到 spirit 嘅啦。係咪意思是冇 pass 到 spirit？冇 touch 到，意思講伊是冇。諗嘅嘅 spirit，伊是緊 one of the energy power of energy 嘅話呢？Actually， because 我學一個物件啦，嗬，我感覺有另外一個幾個片嘅 vocabulary 甲亂講嘅物件無相嘅，有勢啊。所以我嘅名詞甲亂嘅名詞個無相，所以有時你看到是，你是看到，你目睭內面看到是一個 universal， 是無 age 嘅 universal 嚟，是唔是？你腦內邊 ，when 你做chakra， 陣下做，你是講，那是講我 travel to universe， travel 是唔是？呀，上我做 reading 嘅 universal， 呀，上我做 reading 嘅，我免講。特別俾你哋我頭前我介紹做嘅喎，上我 cousin 啲本領啊，伊有蝦米事啊，伊講自己你使help我會使 travel 去嗰邊 without space limit 個 time limit 嚟咗啊，呀，but 我甲你講我是無我真啊少甲人做 reading 啦 ，but 我是會啦，我是有做過，但係講，喲，是人面蝦絲哇，做咩事啊？我哋使入嘅。應該唔是阿 John 啊，阿 John 拔刀落曬湯啊，應該是，阿去叫佢起來。哈斯人啊，哈斯人。係咯，我來叫。係咪兩棒嘅？阿 John 呢邊嘅棒棒應該是 Google Hangout 呢邊嘅棒嘅。哦，sorry。然後我諗把路愛 Maggie travel 過去。嚇？白樣。我冇。阿咩嘅嚟超嘅出來好啊？冇啊，解下啦。我電啊夜超。成個講你啷白白學嘅，成個 friends 啦，伊有一種成個我本嚟曉來啊！這是毛毛病了啦，毛毛病啦，毛毛病是唔是？毛毛病咧，我看超仔都大得落呀。冇啦，喂，唔係特貓瞄掉，冇啲人抹出嚟 ，OK。你是下命咧？maybe 我唔使講咗你物件，所以伊聲個撈出嚟嘅咧。呀，then 我能講白行嘅，實件咧，嗰啲一點會有往新加坡咩？誒，嗱乜江湖驚你講嘅係告訴半對の人去查。我自己講怎麼唔係江湖驚講條告訴，冇得咧，唔係你人一步一步來，當今請問即係你講你告訴你興意又會告訴你一個大波叫咩名咧？幾家驚，我材料是最料是我係 real life 嘅朋友咧，我是講一邊嘅畫面啊，幾家驚 ，OK， 幾家驚，伊每本啲每了未 ？Sorry 嚇 ，interrupt 每了啊，所以這邊嘅就停咗咯，OK， 嗱過去江湖驚，你同我講是講無聊咪事，依拉冇咩好事嘅咩？你再講啦會使嚇，今日人慢出聲啦嚇，聽伊講了先，伊係神父嘅，博士嘅故事。博士。所以伊人有一個5-6個人嘅咧，可能尋伊嘅迄個朋友，伊迄個朋友是就是講伊人5-6人，咁了是有去 church 嘅，然後一間呢是伊人家己classmate 嚟咯，然後咁了就去迄個博士嘅厝咯。แล้วยังขี่เก่าสิอาแม่ฮิจิแม่นี่ว่าบ่參與人咯，แล้ว是ยังก็แล้วกับ我講嗰段嘢，就是講係咪事發生，就是迄個牧師就是去開門給伊人，一去開門嘅時候，伊就規日看了迄個朋友啊，講迄個印捌嘅，แล้วยัง就介紹給伊捌講哦，這間是伊樣嘅 classmate 咯，แล้ว過了呢就咁了接伊厝，接了講話做小，แล้ว過了一下咧哦，迄個牧師就去問伊。伊個 friend， 伊講我會使問你淡薄物件哦。伊講你有感覺到有蝦米物件奇怪哦？佇你個叫做蝦米啊？你個 shoulder 你個蝦米啊？肩頭啊，對吧？你個 shoulder 啊，肩頭，對。所以伊迄個巴士就問伊咯。
講你 feel 到 anything 哦，แล้ว一間查某係哦，伊就規人嚇到啦，伊就嚇到，伊問伊巴士，伊講嚇，你看會到啊？你看會到啊？伊巴士講是啊，我看會到啊。แล้วอย่างกันแล้ว就講皮咯，伊講看到係咪？因為伊巴士就describe 出來，學伊知講伊看到係咪物件啦。แล้ว即個查某呢就真係驚啦，伊就講嚇，你真係看會到呀？แล้ว即個巴士講是我看會到，伊就甲伊講安怎。伊講了嘅時候，我朋友佢了就走去一邊啦，佢了就驚，唔敢甲伊坐啦。所以即個查某咧哦，伊講伊since伊細漢3、4歲時啦，伊會看到嘅，過咗一陣伊來啊，較大漢人波伊就看無了。特別咧，伊看無了，特別伊會忘掉即個物件嘅啦。就是講即個物件你解伊個 whole life 啦，let's say 是18歲還是19歲啦，伊就是真 comfortable 甲即個物件，變到伊無驚嘅啦。因為迄個 pastor 看到物件，伊就是伊看到啥一隻物件啦，伊講毛咧，可能係伊真濟出氣嘅，講真濟出氣啊，目睭大類嘅哦，啲坐了啲伊嘅 shoulder 迄邊嘅啦。แล้ว伊是成個迄個真歹看嘅袋啊，款啊 soft 袋迄個真歹看嘅嚇，迄種嘅物件，款啲伊嘅 shoulder 位嘅。所以即查某講，我細漢嘅時看到上迄個 pastor 講嘅物件，แล้ว伊講大漢了看無，特別咧伊忘嘅時候，真濟到伊會忘掉即隻物件嘅，安尼款咯嚇。所以即個 pastor 就問伊講，你愛咪改去啦，我會 try 啦，伊講我會 try to help 你就改去咯，即個物件，啥講趕伊走啊啥物咯。特別即查某伊講伊咪，伊 not willing to 安尼款做，因為伊關係了啊，伊先細漢到大漢了，就是有即個物件一邊關係嘅，所以伊咪咯，伊講先即個物件無害我嘅哦，免緊咯可以對了啊，所以無改掉咯。然後即個巴士本講未，即個物件未白嘅咯。as long as 伊無講 OK， 伊愛改，即個物件是袂走嘅。所以到講緊我唔知係咩事啊啦，是有安尼款嘅 story 咯。講咩啊？我使無都放好你個講咧，叫我把這個都聽聽。你捌聽過啫？牧師嘅，講書嘅。叫我默起來啊，都聽牧師嘅。特別伊捌講過嘛，係唔捌聽嚇。OK。白你講白你 story about 牧師嘅。誒，我問講啊，但嘛係，但嘛我想要聽，我到底 YouTube 聽到，好個就 audio 個 OK， 伊 video 查嘅啦。我要開我係你咪攰啊，看我另外一個 clubhouse account 個被除掉啊，我被記我係迄個我